黑、棕、綠、卡其四色交織嘅破碎斑點，隱藏住冷戰時代嘅戰術智慧。今日我哋要解密美軍服役超過20年嘅傳奇裝備 M81 Woodland BDU Combat Jacket， 佢點解被稱為叢林迷彩之王？又點樣從戰場走入流行文化？讓我哋揭開佢嘅經典之謎。1981年，美軍為咗取代越戰時期嘅 ERDL 迷彩，推出咗呢款劃時代戰鬥甲克。佢嘅核心秘密藏喺名字裏 ，Woodland 意為林地。四色迷彩嘅斑塊大小經過精密計算，能夠喺北美同歐洲森林中完美破壞人體輪廓，讓士兵消失喺樹影之間。實用性更係佢嘅基因，50%棉同尼龍混紡嘅布料，耐磨透氣，胸前斜插口袋，快速取用彈盒，腰部大容量貼袋，塞得進地圖與補給，關鍵部位嘅雙層縫線，連粗麗嘅戰壕亦都磨唔破。但有一致命傷，棉質布料易燃，後嚟先至推出阻燃版本。M81 甲克誕生於冷戰最緊繃嘅年代，卻喺真實戰場上寫下傳奇。從1983年入侵格瑞那達，1991年沙漠風暴行動，到科索沃衝突，呢一件甲克跟住美軍征戰全球，佢甚至成為北約盟軍嘅標配。韓國、加拿大部隊都曾經着住佢踏入戰場，但佢嘅設計其實源自越戰教訓。當年 ERDL 迷彩色塊太細，對比不足，容易被肉眼識破。M81 放大斑點並增強色差，讓士兵喺叢林移動時就好似一片放動嘅樹葉。2000年後，數位迷彩浪潮來襲，美軍喺2004年推出爭議嘅 UCP 迷彩，卻因通用性不如預期，慘遭淘汰。諷刺嘅係 M81 嘅色譜邏輯反而被現役嘅 OCP 迷彩繼承，佢嘅生命以另一種形式延續。而喺戰場之外， M81 早已經成為文化符號，戶外品牌更加推出輕量化復刻版，讓呢件甲克從軍品店走進潮流街拍。40年前，佢係讓敵軍頭痛嘅隱形斗篷；40年之後，佢係軍迷口中嘅老學校經典。M81 Woodland 甲克見證咗冷戰嘅終結、反恐戰爭嘅開端，以及軍裝設計從類比到數位嘅變革。下次睇到個四色斑塊，你會諗起呢個唔單止係一件甲克，更加係一部着喺身上嘅戰爭史。